主后2023年4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菜石头做纪念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书亚记第4章第1到24节。全体人民已经过约旦河，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：着对人民的中间经12人，每支族1个人，命令因对约旦河中祭司徛的所在取12块石，带过去，下伫恁今暝要休困的所在。约书亚就将伊对以色列人所选出迄12人，每支族1个，拢调集换来。约书亚甲因讲：恁去约旦河中，到上主恁的上帝约柜的头前，照以色列支族的数目，逐个人取1块石头，压伫经头顶。这石头通伫恁中间做记号。将来恁的子孙若问恁，这石头对恁有甚物意思？恁通对因讲：是因为以前约旦河的水伫上主的约柜前炸断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，约旦河的水无过流。这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以色列人听约书亚的命令，照以色列人支族的数目，对约旦河中取12块石头。因照上主对约书亚的吩咐，带遐个石头过河，下伫因休困的所在。约书亚另外用12块石头贴伫约旦河中，伫光约柜的祭司徛地的所在，到今仔日，遐个石头还伫遐。光约柜的祭司徛伫约旦河中，一直到上主通过约书亚对人民的命令拢完成，拄照摩西吩咐约书亚的话，人民真紧过去。全体人民一个过河，上主的约柜甲祭司就伫人民的面前过去。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拢照摩西对因讲的话，带军器伫以色列人的头前过去。因约有4万人带军器伫上主的面前过去，到耶利哥平原，准备好势要交战。迄日，上主伫以色列众人尊约书亚做大，伊一生受人民敬畏，亲像因敬畏摩西安尼。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：你命令光约柜的祭司对约旦河起来。约书亚就安尼命令祭司。光上主约柜的祭司对约旦河起来，祭司的骹一个大上花，约旦河的水就恢复原状，亲像以前涨满双平花。正月初10，以色列人民对约旦河上来，伫耶利哥东边的吉甲扎营。约书亚将因对约旦河厝内迄12块石头贴伫吉甲，然后对以色列人讲：将来恁的子孙若问因的老爸，这个石头是甚物意思？迄时就互恁的子孙知，讲以色列人捌行大地过即个约旦河。上主，恁的上帝伫恁的头前，互约旦河的水打去，听候恁过河，亲像伊早前伫红海做的一样，就是互河
伫阮的头前打去，听候阮过来。要互全人类拢知，上主的手有大能力，嘛要互恁永远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。菜石头做纪念。当以色列人民全部拢过约旦河，上帝对约书亚讲，着对人民的中间拣12人，每一组一个人，命令因对约旦河中祭司徛的所在取12块石，带过去，下伫恁今暝要休困的所在。即摆，上帝主动要求约书亚吩咐12支族的代表安尼行，来纪念伊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新约。2022年，台湾基督长教会北部大会为着纪念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，举办济场的聚会和活动。3月6日，伫台北和平篮球馆举办的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联合庆典礼拜，互人印象深刻的是影光剧场演出的马偕宣教舞台剧。这出舞台剧，互真侪人了解马偕伫宣教初期的辛劳甲困难，作为纪念马偕远自加拿大来台宣教，重述马偕的宣教故事，搁较通激励人，搁再想起上帝的作为甲带领。伫礼拜讲道中，台湾新学院林丰信牧师邀请众人做伙来学习马偕，拢是为基督的信仰态度。今日的经文用袂少篇幅记载以色列人菜石头纪念上帝的作为，这也提醒咱着纪念上帝的作为。若安尼，当咱纪念这个代志的时，对咱阁有倒一寡启发，还是影响咧？对经文通看出，约书亚顺服上帝的吩咐，到12支族的中间，邀请因按照上帝的命令，完成到约旦河取石的任务。伫过程中，若人无愿意配合，还是人人拢想要争取担任支族的代表，这个代志就无可能成就。菜石头并毋简单是上帝伟大工作的工具。约书亚讲，当后代问起这个石头的意义，爱甲因讲，是因为以前约旦河的水伫上主的约柜前閘斷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，约旦河的水无阁流。这个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这意思是，人常常袂记得上帝的作为，所以需要菜石头做记号，互人纪念上帝的带领所成就的一切。今日的淡水河边有一个马偕跪咧祈祷的雕像，甲一只世代尊仔的作品，称作马偕上花的所在，拄亲像经文中遐个石头的存在，会当互以色列人的后代问起早前的历史。今仔日游客看到马偕的雕像，也会问起这是在讲述什么款的故事？菜石头做记号，帮助以色列人向后代宣告上帝为因所行的新约，见证伊的带领作为。这个记号将面向世间人见证上帝的带领，另外一方面，诚侪信仰的传承，互后代的人明白上帝捌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
过去，上帝互约旦河水分双边显大图，互以色列人平安行过去。但上帝减会为咱拄起头前道路的困难嘛？默想，伫真侪教会周年也是纪念活动中，我会安怎纪念上帝的作为？伫真侪教会周年也是纪念活动中，我会安怎纪念上帝的作为？咱来祈祷，带领人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伫早日带领以色列人行过约旦河，求你伫今仔日要彰显大能，帮助我搬过生命中的约旦河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